高中免试入学前放榜啊，就这新竹苗栗区的这个家长讲，这区的公立高中本地就较少，这地区的人口增加，加上这竹苗区的笔试有问题，会考摕到5A 的学生，说是无法度读第一志愿，就人考虑讲要提早1年，把囡仔刷去台北。休假期间，暑期辅导还未开始，新竹高中小可冷清，11新生报道，590个竹中人就要入来，有毕业生讲，竹中录取分数是愈来愈悬啊。好像是5A 4加可以上，那今年听说是5加嘛，对，5A 5加可以上，就是它分数会越来越高。德国实中是敢若41个一般生的名额，竞争是搁较激烈。结果有24个人是5科拢总 A++，作文嘛是5级分，拢总是精雅录取。不过专中教讲，今年会考较简单，唔若竹苗区，其他都会区的正规志愿录取分嘛拢起哩。因为竹苗的公立学校数比较少，所以它相较于其他的都会学校，它会上升的幅度就相对会高一点。有家长认为讲，新竹的公立高中较少，今年的会考用错率较低，加上竹苗区的超额笔试是3级制，无考到5A 以上，莫讲是第一志愿，连附近嘛无公立学校通读，已经有家长考虑提前1年转学籍去上北。像我们周遭很多朋友就会考虑，那是不是到北基去考？他每一科错4题以上的话，他还是可以读在国立的高中。今年跨区到基北区就读考试的学生，从去年的92人降到今年的84人，也有略略的下降。新竹县教育局讲，竹苗区今年的录取率99.72%，率先1拍的成效袂歹。竹中竹女录取的状况是和去年差不多。专中教讲，新竹人口增加，整体少子化的趋势无变。根据了解，教育部并无新设国立高中的规划，是伫新竹县以现有的高中升格做完全中学。另外，家长想要互囡仔去上北是会当了解的，但是嘛是要考虑到通学的成本，敢真正对囡仔是一件好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